演习画面几啊天了后，昨暗时中国宣布会伫台湾附近海空域进行实弹射击演练，凸显了他以武力解决分歧、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一种心态。那么，国防部已经严密的掌握监控，加强戒备，也会适时适切的应对。国军官兵会坚守岗位，守护国家安全。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，8月初4到8月初7中昼12点，解放军伫台湾附近为6个朝鲜区域，定义海空封锁台湾3天。它由以前的这个远端军演，现在变成抵近军演，抵近台湾，挑衅的味道跟逼迫的这种味道，这种看出来是非常的清楚啊。它不是光也只是针对台湾，要不然与那国岛那个区块，它距离与那国岛反而比较近。距离我们的花莲跟台东反而有一段相当的距离。规模超过台海危机，国防部认为有威胁台湾重要港口和岛屿区域的企图，要破坏区域和平，表达严正谴责。来朝鲜区域是台湾海军经济出港的战略保存区域，甚至是台湾的领海。包含基隆港、包含左营港，我们是非常重要的。包含苏澳的军港都在它的封锁的范围之内，而且我判断它会做导火射击，包含导弹跟火箭。那但是它如果进入我们的领空，我们要不要把它击落？因为我们讲过了，我们不开第一枪，那可能会空中相撞的可能性。专家无排除中国会派出更加侪军机，一直超过台海中线。面对中国更加强的军事施压，国军要安怎应对，嘛考验国防部的智慧。好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